后来继续来看桃园中立一间24小时营业的连锁大卖场，半暝是无张甜火烧厝，竟然是3个20外岁少年的作业，伫遐耍火，点赖达喷蚊仔水，引发着大火。大卖场是损失惨重。3个少年呢，第一时间嘛拢硬气，搁知影要问警察是毋是有人受伤，加在人员拢平安，也毋过即声爱讲悲伤的今夜袂回嚟咯。卖场路口捡大火烧甲乌麻麻，四周围油封锁线，大广告无影响。不过知影嘛是有民众唔知影，塞车来被走一撮。亲爱的顾客您好，今日卖场没有营业。想要塞车来买物件，想门口无法度灭去。灯烧掉了啊，烧光了。好，可能要去别间。真侪员工会知影，嘛是来到卖场上班，因为爱拼长收费。原本停业2天，苹果柜爱千长2礼拜才能做生意，损失惨重。佮加上桃园这间分店，佮是全台湾赚的钱第3悬，求赏金额恐惊歹估算。昨半暝啊，这间中立区的24点钟连锁大卖场火烧厝，炮火连环，而且嘛来到家乐福、北里町火警的发生状况。放火3个少年仔，才20多岁，3个人是餐厅的同事。半暝下班了后，小酒去食宵夜，食饱就转来到卖场耍。火警当时方发现是坐伫咧卖场路口玻璃开，警察过问火，因则先认是家己伫咧耍火，提出通知含赖达点火。红掠到时已经惊到硬气，敢若一直咧问，敢有人受伤。加在30位民众顺利逃走，不过煞造成连锁大卖场损失惨重，业者嘛真无奈。不知影要讲啥，敢若讲要交予司法去处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